这就是迄个清朝的时阵古道的迄个原样。哦，哎，哎，你就徛咧，所以你就一个人会当操作。做人的，就好了哩。茫茫大海足侪的物件，是你是看无到，你必须爱监督生命对伊的保庇。伫咧西元1858年，清朝政府甲法国相战，战输了后呢，双方面就签《天津条约》，伫咧台湾开放5个港口。当时的打狗就是以安平港附属港口的身份，正式来对世界拍开门窗。迄当阵呢，打狗港只是在地原住民马卡岛籍族的人，伫咧掠鱼啊、撇风雨的一搭小所在。这个小小的港喙，就伫咧现主市高雄港乡镇北门的下边这搭所在。嘛无人想会到讲，经过100几年了后，哇！这个所在竟然会变做台湾上界大的港口呢！早当时台湾的原住民还阁无文字，但是同一个时阵，伫咧台湾真活动的荷兰人，就用因画图甲文字，甲这个美丽港湾记载落来。伫咧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记当中有记载，伫咧打狗湾的后壁，遐有一个水源头。迄当时的人拢会甲船驶到遐后壁去载水、甲载茶。听讲这个水源头，即马还阁看会到。原来只不过是基后山骹一片小小的港口尔。落尾呢，正做是安平港的附属港口了后，行脚到的人嘛渐渐多啊。甚至荷兰人甲英国人嘛来到这搭所在，找到一个水源头，摕水来使用。迄当时的人呢，就互加一个新的名号，号做是大水湾。今日我阁有特别传这张相片。这张相片就是1871年迄个英国的一个摄影家汤姆森伊翕的。我唔知阮即马是伫咧遮的倒位所在。咱看到这个四湖打狗四湖差不多这片，这片拢内海迄个船为迄个打狗港入来的时阵大台的船头停喺海外口，因会换迄个小台船入来到这个遐。迄阵水较浅嘛。迄个港内有一寡迄个沙洲，就是较浅的所在。迄个时阵，真侪外国的大商船，拢会歇点伫咧打狗港的外口面，换坐三班仔过过打狗港的下湖，来到这取正水。这片氧池当时真侪外国商船的水源头，到即阵犹原还阁伫的这条细条的这条水沟住伫迄个56巷迄个出口迄个遐。迄条巷仔下骹阁有水沟，但是已经看起来看无啊啦。要紧啊，去看卖者好。好，行，咱来看卖，好行。头前头50公尺遐，伫这个遐。你看，嘿，是啊。你看，咱来看下骹。还未看过以前这是个算一个山沟。嘿。头2公尺，宽度，照这个宽度。你讲一个像小河流、小水沟。是这个巷啊，这个宽度，你会这样看一下。哎呀，即马阁有水咧流是啊，阁有水啊。因为伊即马是迄个干旱水较少，那变较少。咱若为即马这条一直去到山顶，敢会看到这个出源头啊，还是讲有喷水的所在？阁有迄个水源头，即马阁有水咧流。虽然即马是迄个旱季但是嘛阁有水啊。是。我和郭老师两个行伫咧早前荷兰人要去提水的这条路。老师讲你莫看遮普隆市敢若足闹热的。伫咧清朝时代这片其实是外国人的蒙阿波。但是因为买手人愈来愈多大的所在嘛无够，毋才会甲古早的蒙阿波拢转变做现代社区。但是听讲有几个较早的蒙牌，阁藏伫咧即摆的社区当中咱看卖，这个字是这边，这是后壁，这后壁，这是正边。字是伫头前。主人叫做康威诺克斯，伊是英国人，差不多1889年迄阵伫迄个清朝扫顺头的海关，伫内底做帮办就差不多即卖迄个助理啊，海关的助理。是海关的助理。
嘿。经过100几年了后，蒙牌顶悬的钱哦，即阵已经看袂清啊。啊，毋过吼，为蒙牌顶悬留落来的线索，咱嘛会当听好了解讲，虽然打狗是一个小小的港口，但是哦，伫咧100年前，就已经有世界各国的人行脚到这个所在啊。伫咧西元164年，打狗港吼开始有外国人来遮设海关。啊，当时呢，英国海关的领事斯温霍原本哦计划伫遮起一间领事馆，啊后来嘛因为种种的变化。刷来这片土地，才来变作是外国人的蒙阿波。咱行伫咧巷仔内底，有时伫咧人的门骹口，有时伫咧小小的挖角，竟然哦，拢看会到150当前英国人的蒙牌。哦，对呢。哦，但是这是人的阳台呢。是啊是啊。借入来一个。哦。顶悬讲啥？这。William Hawkins， 1856，下面是1880，嘿，啊，所以是迄个24岁过身。以前就是四峡谷号这条船的船员啊，因为讲迄阵有一段时间风险较大，啊，伊即摆用迄个细只船入来吼，啊，即摆到迄个港内煞冰船，啊，咱主人就是过身啦，过身了就葬伫遮。100几年前的蒙牌，记录了迄个时代一个互大海吞噬去的生命。经过时代变迁，马手仔搬入来到遮的人，嘛甲蒙牌当作是厝体一部分。讲起来吼，嘛是一款尊重甲疼惜。你看遮已经是别人的阳台啊，啊，搁伫遮披衫，啊，搁有遮的金炉。哦，而且哦，老师你看遮的壁。因咧起的时阵哦，特别留一个角，哦，对遮吼，咱就会当看到台湾人的中和。较后尾来的人孤不离终，需要踮伫咧前人的墓地面顶起新厝。咱吼，甲厝体退较后壁咧，唔通甲人看头看面。啊，100年了后，踮伫遮路途生炭的人，甲100年前伫遮过往的人和平斗阵，无相争，无破坏。因为咱拢知影讲，捌伫咧即块土地生活过的人，无论你是按倒位来，你咱拢是台湾人。老师，遮是啥物时阵才甲墓地改造建地？38年了后，迄个天公坪啊吼，有一部分有留落来，因拢无厝人住嘛。啊，虽然那个下口有墓，但是伊嘛是有数量大就好啊。哦，而且哦，我感觉讲。安尼为即马看进前，就会知影讲，就像老师讲的，遮住的人是啥物人，啊，遮搁有遮的墓，啊，遮较早即个大水湾的历史，就会知影讲哦，规个发展的脉络。是，所以咱讲迄个沧海桑田嘛。虽然咱看这块地吼，啊，但是拢钉钉塔塔，对，就是好多层的历史，这个东西拢是踏伫这个土地顶面啦。捌听人讲过。咱拢是徛伫咧历史的肩胛头咧向前看。即阵吼，我所徛的这粒山轮啊，早当时只是为着要接水才开辟出来。啊，落尾是一直到1886年，劳民团哦，为着要加强打狗港守备的能力，就踮伫咧打狗港四周围的山头，拢装起了4个炮台。啊，这条通对寿山顶去的路，迄当阵哦，就是为着要甲大炮运去山顶。才来开辟的。老师啊，你讲拉炮古道就这条，就是清朝的时阵吼，顶面有一个迄个大平顶炮台。哦，你讲伫咧山顶？山顶，所以迄个阿姆斯壮后膛炮8寸的，就为迄个哨船头遐，啊落落来，啊用人，吼。头前一段可能是用牛车载啦，啊，但是载到山骹的时阵，你知影用人游。这嘛是足悬的呢，规个角度。足夹，啊，所以以前吼，你看这夹吼，啊，所以迄炮位遮一直游到山顶，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呀，啊。伫咧劳兵团还未起炮台进前，西元1871年，英国的 John Thompson 对厦门哦坐船来到打狗港，嘛踮伫遮哦留着真侪宝贵的画面。
其中哦有一张打水湾的相片，就是点伫咧这条路的顶头，甲翕落来。阮有考证过啊，就是讲迄个1871年的时阵，汤姆森翕这张相片，大概徛的位置头到这个个。这个就是伫遮。对，阮有比过啊，啊，这小可有看到一个山壁，头这个延伸过迄个个。对啊，就这个角啊。对，迄个角，是，迄个角。而且这个水湾啊，头伫啊，咱头拄仔伫啊。这条水路。对，咱头拄仔，咱头拄仔巷啊口迄个个，看较远的这个有大概有一个，敢若有一个陆地的这个形状，大概迄个七星半岛吼，较远迄线。时间是一直咧向前行，空间嘛对着咧改变。咱看到以前是打到下湖的烂地，现主时哦嘛已经转变做闹热的市区啊。搁再顺着这段路继续行，面头前呢就是打水湾的水湾头啊。你看，哦，麦克草。这是迄个茶山特有种，这只。做迄个马卡道泽蟹。即马是旱季啊，因为落雨时阵吼，遮贵啊，满市。感觉嘛会当代表讲吼，遮的水就足清气的。马卡岛的毛蟹哦，是台湾独才有的哦。爱点伫咧高雄的茶山、甲恒春才看会到。清气的水、甲天然的酸雨打，拢是伊上介介意的环境。遮的水吼，拢是为山顶流落来的。对。因为咱讲迄个打水湾的水源吼，就是伫即个山的顶面遮。所以我看遮吼，安尼潺潺流的水，就感觉讲吼，较早的人应该就是伫下面遐，啊遮细细芳仔的水愈来愈大，啊流到下面，就像你讲的，有遮两公尺哦小河流安尼，伫遐咧灌水。是，咱看到这水吼，咱感触很多啦，就是讲。荷兰人，你看1634年就有记载讲有人来遮取水。荷兰有记载，表示讲这个时间搁愈早以前，荷兰人的以前，这个水就存在啊，一直到即阵。这口水哦，伫咧日本时代的时阵是提供予蛤蟆省地区的百姓来利用。战后呢，已经转变做即马咱看到的登山街60项。原本住伫咧遮的人咧啉的清气水，现主时吼嘛已经无人咧使用啊。这个水源头嘛正式变做一个在地历史啊。伫咧荷兰人还未来进前，打到下湖。甲四库练长的平原哦，原来拢是马卡岛人生活徛起的所在。因哦有当时会出海掠鱼，若当着风雨咧透，就会来到即马基后灯塔下骹的海岸来休困。这搭吼真有可能是打狗港上界起初的形体哦。尾像吼清朝政府嘛发现讲打狗港的重要性，所以就伫咧四周围的山头起了4个炮台，嘛伫咧对面的山顶哦。建设一个基后的灯塔。老师，这就是日本时代的时阵起起来。是这个现代化灯塔哈，清朝的哈，咱看清朝迄个上早迄个就是迄个打鼓灯台，迄上早。哦，你讲，你讲下面这是，A 一个。以前是点油灯的，上介早。咱来看迄个汤姆森翕的一张相片，做清楚哈。这个架头，迄个架吼，迄是一个高位炮台，这是乡镇北门的这个低位炮台，这个有一个炮台，这个上早，这已经迄个日本人做港的时候乌掉啊，后壁遐一个七号炮台，中位炮台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山的形拢无改变，打狗港边的茶山哦，几粒山拢是海底的罗锅石。这款石头呢，是比普通的石头搁较硬，甚至哦，连清朝政府拢知影讲爱运用伊的特色，运起来山顶哦，建设一条100年拢互人踏袂歹的路。慢慢行。哇！
老师，这条有影是古道呢，即马树仔拢生出来。是啊是啊，你看，吼，这就是迄个清朝的时阵古道的这个原样。哦。老师，这个你讲的这个是鹿骨石。鹿骨石。啊，你看这个壁哦，你看下骹这个壁，这就是迄个三鹅图。哦，是哦。内底就是迄个蚵仔壳啦，吼，石灰啦，啊红糖啦，吼，啊文下阁有迄个紫米，吼，啊伊这个印度吼，甲迄个咱即马阿蒙图差不多。叫一寡干嘛？较小心的，较注意。哦，这哦，老师，这嘛有一个阶梯呢。这个阶梯嘛是清朝的时清朝留落来的阶梯。1913年开始吼，日本人开始甲清朝这个较旧的这灯塔改做较现代化的灯塔，伊爱甲这个盖线吼，爱甲伊画出来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点，地图关键地界线的一个界址。因为灯塔伫清朝来讲，日本时代算迄个重要用地。打狗港变做外国人通商的港湾迄当阵哦，是定定咧发生兵船、扩大才的意外事件。啊，毋才会来到西元1883年，清朝政府哦，伫咧基后的山顶建设一个西洋式的灯塔。马像哦，搁来到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咧甲高雄港混化的时阵，嘛伫咧边啊起一个新的灯塔。这座古道100几年来哦，就咧见证遮的炮台甲灯塔的历史。这个清朝的炮台吼，伫高雄保存的上完整，整修也上完整的所在。你看，面对四方，安尼拢顾会到，对，这边，吼啊海迄边，也拢顾会到。老师，你这几冬咧找找这历史，你对未来敢有啥物期待？我希望讲这历史吼会当一直传落。啊，古迹当然要保护好啦。较有故事通讲啊。是啊。少年人较知影讲这土地的历史。啊，阮即马行这条登山步道会通到倒位去？哦，这条就是寿山的登山步道，遮会当看到足侪高山啊。哦。这个两三只。系啊。伫咧荷兰时代哦，寿山就是因为高山啊足侪，就互人称呼做是高山。啊，大家嘛拢知影，寿山的大自然的生态哦是真丰富。啊，毋过吼，伫咧这片野外的草坡，竟然嘛会当发现哦，属前人类生活的证据哦。哇，遮的人哦，听讲真有可能是上届古早的台湾人其中之一哦。我听讲吼，遮有一个足有名的遗址，叫做内围小溪贝种遗址。嘿，对，遮的有一条溪仔边有一个蛤蟆壳堆，嘿，咱会当来看卖。啊，你讲这个蛤蟆堆，大概的由来是安怎发现的？这个蛤蟆堆就是日本时代有一个雄中的老师，嘿，日本人叫做土屋公一。嘿，啊，伊伫遮落一尊大雨了，发现到溪仔边有足侪蛤蟆壳。头前遮挖入去就是小溪贝种，啊，咱甲新代的老所长约伫遮。哦，好啊。这个约。好。老所长，哇，敢会是台湾考古界鼎鼎有名的老叶冲博士？当初吼，就是伊推断讲台东真有可能是4000年前台湾的首都呢。哇，安尼我今仔日哦，一定要甲伊请教打狗港的故事。这敢是咱讲的这个小溪贝种的？是，附近这么足大的面积拢是啦，唔是干那这个点啦。华语讲哦，做小溪贝种吼，其实是因为有这条细条的溪啦，啊，这条溪吼无名啦，但是咱即摆来看，这真趣味哦吼，你来看这有迄个鱼啊吼，啊，搁有蛤蟆吼，啊，搁有 oyster 蚵啊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注意讲，啊，这物件拢造出来，啊，到底伊本来是安怎？啊，所以真清楚来甲看。看讲这个地站吼，伫遮，这个所在为界吼，咱来看，这个所在为界，这下骹是原来的对接，原来就拢伫遮。
伫咧西元1995年，老老师来到遮开始考古的研究。伊发现讲即搭有济济互人食过蚵仔壳、甲螺仔壳，搁有煮食咧用的粗灰。年代算起来差不多是离即马400年到1800年进前。遮的物件呢，会当讲是本地的原住民马卡道人伫遮生活的证据。这就是陶器，陶器啦，陶器你来看，这是过去的人做的物件，这当然破去啊，剩下骹一块，这个所在较接近底的所在啦，再安尼起来，安尼圆，就煮饭嘛，伫遮火烧，所以遮拢黑的。阮推测是安尼，调查做研究，其实就是用安尼的方式，一步一步行啦，搁行起来才看，这个地形差不多拢去冲掉呢。遮有啥物物件？真清楚，目睭已经看会到。迄个地毡有无？树根的下骹遮有无？树根甲夹掉咧，所以无叫抢走。姚人你看，我即马甲树了爬几度好，莫叮当着土你来看树根内底夹啥？过去的人食过即个蛤蟆啦。蚵仔啦，伊袂讲一丝仔尔，应该是较长的范围内底嘛拢有阮考古学家讲，这就是一个地站，一个文化站。老师对遮的留落来文化站推断讲，小溪贝种的文化，龙基蚵仔是离即当阵1800年前的时代。原来台湾遐尔早进前，就有遮尔发达的社会组织，嘛有遮尔悬的工艺技术啦。咱古早的人拢住工的啦，住伫一个一定的范围内底。伊生活较久了后，伊使用的物件会等伫一个固定的所在，像讲伊即个食过的即个蛤蟆壳、蚵仔壳，伊就拢堆伫伊的部落的边啊，边就变做陪种。老师就是讲，头拄仔看遮蛤蟆有足侪种类的，敢会当以遮的种类来判断讲，较早遮的人是较活井水，还是较活海水？基本上当然会使啊，因为井水的迄个蛤蟆也是讲井水，咱讲有做拉但是遮看起来毋是咧，遮所有的物件基本上拢是咸水的，拢是咸水，就是拢是海水的。这是因为咱即马伫遮看，高雄市内都拢起厝了，其实毋是。就300-400年前，荷兰时代的地图，高雄是一个大的个海湾，这个海湾是因为甲海有相通，所以是咸水的。当初时荷兰人看到的打狗港，其实是为3000年前开始就有的一个物产丰富的大下湖。马卡道人迄当阵住伫咧遮，花海食海，无怪讲满世界拢会当看会到。食过螺仔壳，咱讲到这个马卡岛这种人啦，是安怎到日本时代，日本的学者会甲叫做马卡岛。我的推测是日本人调查台湾的原住民，通常拢会问讲你家己叫啥货？大部分拢是迄个族群家己称呼家己讲做人的意思啦。所以。用这个观念，搁菲律宾的资料来看，我会认为讲马卡岛这个名的由来是较晚的，嘛是迄个所在的人已经南做伙以后的人称呼家己做人，这个名称的由来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安尼咱即马今仔日坐即块地遮的人，是毋是就是原来？是马卡岛的人，是咱即马称呼叫马卡岛的人，一定有一部分的人，因的祖先是住伫遮。所以咱若要讲高雄300几年前到800几年前，这是一个繁华的部落，人的声啦、戏戏叫，影响的范围，对北边一直到半屏山，南边一直到基澳。应该是一个中心地点是伫遮，可能较早遮是人来人往安尼。实在讲起来台湾的山毋那济，每一粒山又够足行的。
啊，陆上的交通呢，有影是有足歹行的，所以毋才会伫咧古早主要的交通工具，拢是用船较济。来，啊，即马对迄个上尾啊，遐开始调好两边拢平均。一直在左边。来，你搁看觅啊，看遐有顺无？这两条看了，搁看这两条，两边拢爱对好顺。回去一点。顺就好哦。有无？安尼有啊？有。啊，老师今晚在做船哦。嘿啊。他都要伫外口，一直咧听你讲顺就好，顺就好，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这是传统的一个做船的方法。嘿啊，所以阮即马就把这个方法传入来学校，互囡仔学以早传统的做船的方法。你讲顺就好是一个方法，啊，但是敢若三个字啊，敢若听嘿顺就好，啊，无啥物好，因为较早咱做船一定是讲哦，要先安那先安那，有即个步骤啊，啥物数字拢清清楚楚，啊，顺就好是啥物意思？为什么要互顺就好？就是你即马安尼看，你会看到这个船，就是一个圆面的，哦，啊，伊逐个线就是拢圆的，连即个夹仔嘛是圆的，所以圆的甲圆的要夹做伙，就是要用顺即个方法。罗大哥哦，毋互现代科技的观念来束缚，特别哦，就爱照古法来造船。伊嘛讲哦，造船的技术讲破其实无啥，就干那三个字，顺就好。这三个字哦，雄雄听起来，我是听甲无啥解有啦。啊，但是哦，这看起来普通的三个字，其实是罗大哥这几年足骨力去访问世界的造船师，足认真去找找古早的造船技术，煞来去体会到重要的心法。啊，罗大哥佫讲哦，以早即搭只的渔民家家户户厝内拢会有一只上桨啊。这就是阮的船啊。哦，足大呢！哇！哇！准备就重的，所以哦，啊那吐洗，哦，敢袂使？哦，洗你哦，洗你哦，对面要洗你哦。洗你，洗你，洗你。哦哦哦。面头前这只双机准备的船，或者是双桨啊。啊，这款船哦，搬起来是重怀怀，啊，但是这款双桨啊，原来是以早打狗港的渔民上介好用的交通工具哦。哦，罗大哥，所以这个就是较早的双桨啊。嘿，这是较早的双桨啊。你若徛伫遮，你就安尼撇。徛撇哦。嘿，你就徛安尼撇，所以你就一个人会当操作。所以船啊会当载足侪物件。这敢若较矮吼，有时拢应该较宽。对，我若咧耍船务组的时阵吼，迄桨啊面较大。嘿啊。啊，迄就是互你好耍一下啊。什么意思？耍拢是一下啊，比如讲1点钟、2点钟。哦。嘿啊，做工课拢足久的，做甲足神的安尼。你讲一工啊？嘿啊，所以伊袂当做收看，做收看拉一下就用了。啊，罗兄，你讲这个双桨啊是清朝的时阵船的模型嘛？啊，你哪会知影讲迄阵的船生做安尼？其实阮嘛找无现有的这个船，因为足早就无伊啊。啊，迄阵阮就找到一张相片吼，就是即马这张，这是一个美军翕的，美军迄阵停伫个这个高雄港，这差不多1954年，所以阮就想讲啊，这张相片遮尔清楚吼，阮就照这个相片落去做。为着要复原较早的双桨啊，哇，罗大哥哦是费尽苦心。找到还佫会晓做这款船的老师傅，真神哦！佫再插一支100几年前伫咧打狗港，世界拢有在看这款渔船。这款船哦，上大的特色就是足载的，普遍哦拢是摕来载人啊、载糖、载米等等。迄当时哦，伫咧打狗港遮附近生活的人，大多数拢是坐这款船，毋是伫咧打狗下湖趁食。就是载着货品去甲大船顶，甲红妹做买卖。哇，罗大哥，这只较细只吼。嘿，这只较细只。这只甲头拄啊迄只有啥无共？迄只大概明清的时阵的船啊。哦。嘿，啊，阮买手阁想讲，这个技术有演变嘛。所以，阮就想讲，啊，日本时代到底生做安怎？啊，阮看到，边边的船啊，伊无尾啊，
阮就看，这日本的迄个河船。啊，所以我看人啊，咧做船拢是做迄种足气派，像王船啊迄种。啊，但是第一届看到老师咧做这种三班啊，你拄开始的时阵，哪会想到要做这种船？阮会住伫海边吼，一般生活无介好过啦。啊，阮若对这个点落去理解的时阵，阮就会想讲，安尼阮一般的民众无足好的技术，无足好的人才的时阵，会安怎做？就是阮兜边啊有啥物材料，我就用啥物材料。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讲，阮爱看顺着好这点，就是我若讲顺着好这个时阵，就是咧看一般民众在做船的技术。这个观念吼，阮若落去想讲，阮咧拜拜的时阵吼，阮咧足侪庙内底拢会看到讲，阮来顺天啊，阮来顺明啊，国泰民安啊，这种生活上的顺，伊甲这个观念吼放伫船仔顶，所以我会感觉讲啊，这行船爱顺啊，所以阮咧足侪拢爱生命的保庇，所以这甲阮的在地宗教关系连做伙。听老大哥咧讲哦，我嘛渐渐会当体会讲，到底什么是顺就好？顺就好，毋那是做一只船上界基本的观念。照看哦，嘛是讨海人的人生观。俗话哦，人咧讲，行船走马三分命。渔民哦，要踮伫咧大海内底讨食，若要顺哦，那船爱做了好，过来嘛着爱求生命斗保庇。大家拢听过一句话：3月小妈祖。逐年哦，若妈祖生一个到，四界拢有妈祖绕境的活动。啊是讲哦，平平拢是绕境，啊踮伫咧高雄中云渔港这带凤云宫，是甲妈祖婆请入去海面的。啊，沿较早打到下湖的路线来出发，经过哦早当时的遥港内海，把手啊驶入去到台江内海的安平来回乡。凤云宫的妈祖婆4年才出巡一摆，啊来到这天，大家拢是欢欢喜喜来求妈祖婆保庇，风调雨顺，行行顺遂。这呢是高雄的临门区，啊看到这尔济船，就是今年要准备来妈祖出巡。这4年一考的妈祖出巡呢，大概拢是足盛大的。啊，上特别的是吼，会有一只先锋船来做头，来带规个船队吼，为这凤云宫这出发。到一路护送妈祖到台南的安平去回乡。啊，上特别的是吼，这个先锋船是爱跋杯的哦。啊，咱就来看卖是啥物人这么有福气，会当跋到今仔日的先锋船。陈六，你好，我是姚云啊。哦，恭喜哦。今年的先锋船。哦，即摆要出发，干嘛喏？啊，大家嘛拢真欢喜啊。哦是吼。这敢你第一摆跋到？有，我第一摆跋到。这届第9届嘛，俺拄啊30几年嘛。哦，30几年，啊，30几年你拢参加啊？有啊。你这跋到这应该是足困难的吼。有。你介绍妈祖要有像的啦。今年要对妈祖婆出巡的渔船有26只，拢是跋杯竞出来。人讲哦，去互妈祖婆敬着渔船，今年拢会大丰收哦。伫咧海面绕境的渔船，大省是水仙尊王提头，啊在妈祖婆的渔船排伫咧上后尾。等待妈祖婆的神轿一来到船顶了后，所有的船只就会同齐起行。看到船队闹热起行，我的心情哦，嘛对咧烧热起来。明仔载，咱嘛会爬上船，伫咧海面对妈祖婆同齐绕境。即摆是透早要6点啊，啊，等下要上船，要来对伫妈祖后壁出发去台南安平。啊，这嘛是我第一届参加海上的绕境，足期待，希望会当分到一寡妈祖的福气。
这个海上回响4年甲办一颗，非常的罕见啦吼。咱正要一台湾人伫海面上吼，咱遇到马祖吼，咱红景海巡马的脚步吼，咱对伊的这真正啊，伊伫咱头前啊，咱正吼要对伊来去台南安平吼，来做这个回响的动作。咱民国70几年的时阵开始，大家进去就是第9届啊。他都听你的广播讲，哇，即摆已经第9届，啊4年一届，啊毋就30几年。档，但是呢，这座水路，咱以历史上有记载，咱是差不多伫清朝尾的时阵，咱就开始有这个回乡的动作。哦。一直到这事实上讲起来是已经是100几档啊。早期就是咱的渔民，因为对咱高雄甲安平这段就是阮的经济海域。啊，你海面上的物件，风影啊，也是一寡咱看无的，咱唔知。人讲敢引人山顶一只猪，唔敢引人海底一尾鱼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这茫茫大海，足侪的物件是你是看无到，所以伊伫这种情形之下，伊必须爱夹夺生命对伊的保庇，因为较早出去真正无像真的，对，无像真的科技遮发达，所以因为伊的精神夹夺就是生命。咱掠鱼较早，你若拄着啊，咱着阵啊运气较无好，着掠无鱼啊，啊要安怎？海巡来来到庙会请示，啊，就甲妈祖的金身请起来船顶。发觉有船啊试过了，讲奇怪，我这只船是安怎驶过了？载妈祖的金身来过了，我等下竟然会满载，唔是掠足济尔，是满载载甲，阮定定讲的是大只看你外口载10万斤都有，大概你满载甲10万斤。因为每一摆的绕境，互来的民众拢会当找到一种心灵的瓦靠。所以海上妈祖的出巡规模，逐年是愈来愈大。啊，要出巡进前的1个月，众人就会开始装他伊的渔船，望讲用上界虔诚的心意来陪妈祖婆行这段路。我看到这个船要出巡的这个海巡的装备拢装啊足齐全的。啊，有笛啊啦，嘛有牛线啦，啊，佮有 LED 灯啊，啊，这个装备有啥物特别意义？当然有哦，这毋是黑白装备的啊。你像头前咱这支扫旗是要创啊，你注意看，这支扫旗绝对是咱的船头的上头第一支。这支扫旗就是海面上若是一寡无清气的物件，伊好比就一支扫帚共款，伊会甲这新明对，咱这个新明要出巡，行到这个时阵，伊甲头前这无清气的扫位边的，来绑这块布啊。要甲这海面这个模型的讲，咱红江海巡嘛，今仔日要经过这条海路来海巡，就是好比就是这样风雨免调，恁下当唔免甲我调排，恁退下，互我赶紧来去台南完成我的工作。迄个2支满载旗，是安怎爱满载旗呢？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，要互逐只船，今仔日来帮我海巡嘛完成这个圣事了，我要互恁逐只船出去，会当咱逐工就满载。妈祖伫上后壁，佮足远嘞，有看到无？这一排规排，这就是咱的妈祖海巡的船队。你甲看，真诶，愈来愈近啊吼！有无？咱的船队足水吼。咱即马已经到差不多咱的高雄尾啊！你注意看，咱的船队真拢伫海面遐。行过80公里的海路。咱对着妈祖婆来到安平港，这个历史已经100多档的回乡，嘛是传承咱台湾移民社会的礼数甲感谢。后面谁回来呀？他处理了。妈祖的桥来到安平港落船了后，会先对灵济殿去回乡。早前中原渔港的渔民若来到安平遮掠鱼，船就会去歇伫咧灵济殿头前的码头。众人嘛会伫咧庙埕歇困兼卖鱼。所以毋才会甲灵济殿遮为较早到即马关系拢真好。两间庙的感情代代相传，100年来拢无改变。嘛表现出台湾人互相体贴、嘛足孝敬的文化。我看你
互跑啊大咖，你拢袂听哦？你无看专业的你啊？啊是哦。哦，阮都会走啦。哦，这车夫大咖你拢袂听？没听啊？为啥？你神灵附体？无啦，系啦。啊，哪会听？啊，好也叫我来啊！系啊，好也叫我来。妈祖咧出巡哦，拢嘛是好爷的轿班冲甲上头前来替妈祖婆开路。你莫看因哦，规个面去互炮啊呛甲呢满面乌酥酥，这哦其实是一种真大的功用。啊是讲哪会遮奇怪？我看妈祖婆的轿班，哪会拢是查某囡仔？班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姚静，我是姚静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今仔日是头最大的。系啊，足热啊。我看恁大部分的轿班拢是查某囡仔。对啊，系我查囡仔。啊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较早查甫的会咧光的当中，拢会有咧有拢会走到时间到才过来，查某拢唔敢走。啊，但是光桥是足粗重的工课呢，啊，恁拢袂忝哦？应该是袂啦，大家光甲足甘心的啊。阮的妈祖都有保庇啊。我看这桥，哇，规只足大只。啊，我迄是因太太光桥，啊，因先生坡桥，拢是安尼，遐拢是。哦，你讲一对，嘿，对对，一对。阮若嫁一个查囡仔嫁出，就是嫁一个查甫，迄等下咁斗做。安尼真好。对。啊，你光到即摆会光几年啊？我已经光5届啊，5届。啊，不就20年啊？嘿。哦，20年光。李主伊甲我讲哦，光桥第一要紧的，就是骹步爱对。你若踏唔对哦，就会和别人相弄。啊，毋则桥班拢会固定训练3进3退节奏。我嘛听人讲过吼，有福气的人才有通替妈祖婆光桥。啊，李主任哦嘛甲我讲，来啦，伊要甲伊的福气吼烧分互我。马紧来，过来，嘿，扛一下。哦，走。重的。不会啦。有什么美感？你讲。好，往前走。啊，等一下。啊，来退后。就好了喂。好。上面后。哎，你要调。左右。好。这样子才漂亮。好。我带你行。人家进庙了哈。好。哦，我今晚责任重大。啊，从台换我已经人要来接啦。哦，这里哦。好。好来，后壁人叫后壁人，加我来换一个。我感觉光这个桥吼，其实足认真的。你看因行无几个步就换人，就讲惊人忝。啊，这个桥一定爱稳，一定爱栽。啊，互妈祖豆豆入去这个庙内底。做一个台湾人，虽然哦不时咧听到人咧讲妈祖绕境，啊，但是哦应该是无几个人有机会会当替妈祖婆光着桥。啊，我头一摆光桥哦，虽然讲敢若短一个尔，啊，但是哦我甲桥光起来的时阵，若感觉到规个桥外动，嘛感受到妈祖婆的保庇，经过这顶桥，传来到我的身躯顶。这届呢是我第一摆参加绕境，啊嘛足幸运的，因为听讲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海上的妈祖出巡。啊，拄则呢嘛足荣幸的，因为有班长的关系，会当来做伙来光桥。啊，其实讲吼，这个桥无讲介重，啊，但是上困难的是你的骹步啊，甲边仔的人爱搭把，就是讲你的骹步爱共款，啊，这个桥才会在。啊，恁呢哦，这个骹步若在吼，啊妈祖的桥就会在。啊，所以讲。感觉真好啦！啊，今仔日哦一天哦，我感觉是讲一个人哦，相信一件代志的时阵，其实是足孤单的。啊，但是若一群人做伙来相信一件代志的时阵，迄件代志就会足有力量的。所以讲，我感觉，不管你心内若是拄着什么困难，还是讲生活顶悬有什么问题，来行一逝，你就会找到心内答案。
即摆有机会会当参加妈祖的绕境，虽然讲哦，才短短2天尔，但是我的心肝头也充满力量。我嘛暗中下一个愿，望讲4冬了后会当搁再来。听船长讲，新船要落水的时阵，拢爱做一个大飞机来祝福这只船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咱呢特别嘛做一个咱大港的台湾的大飞机，来看做了安怎。一次，要人，搞炸！哇，这是恁的工作室。对啊，阮即摆咧做大飞机。对啊，这是阮的师傅，即摆咧做鼓啊。咧做鼓。咧画图是淑文，你这个看哦，这就是咱大港的台湾的大飞机。大港的台湾哦，真水。但是即马看有小可还未上色嘛，即马大概也是几成？进这个家差不多7成。哦。嘿，啊，这个家阮差不多开2天的时间。嘿。就是咱即届有对即个妈祖去海上巡香，啊，听船长讲，新船要落水的时阵，船长一定爱挂即个大飞机，就讲祈求讲会平安顺风顺水。啊，即个由来大概也是啥？是咱机仔的文化是大概是日本时代传入来的，啊，伊是一个祝福的意义啦吼。但是咱船啊做好了，伊拢有一个净水大殿，啊，伫净水大殿的时阵，伊个传东家的亲朋好友拢会送伊一个机仔。以前吼踮伫咧打狗港遮，新船做好若要落水的时阵，船顶的旗吼若插愈济，就表示船头家的人缘愈好，而且吼。大飞机的图样甲文字，实在也拢有特殊的意义哦。一般大飞机顶悬拢会写满载，就是咱希望咱这船只即抓出去拢会当丰收，吼，会载到足甜的安尼吼，系满载意。啊，有时会写大鱼，吼，大鱼是有3点水，吼，咱希望就是咱的丰收的意思，毋是敢若要掠一尾大鱼的意思安尼。加3点水就讲足济鱼会当做伙。啊，你会讲看咱的满载鱼队伍啥物无共无？对啊，我看这碰是满载这个载无这个人字旁，啊，那会加一个人字旁。是安怎？你想看卖？我有啦，应该是讲爱甲人做伙载转来嘛。是咱鱼船出去吼，丰收就好诶。啊，人嘛是爱平安载转来，所以就是鱼仔甲人拢爱载转来咧。所以会加一个这个人字边吼。老师，我敢袂当试看卖？会使啊，我互你画迄个满载满。你讲真好画黑的，安尼画唔对就看袂出来。咱莫伤重。莫伤重。嘿，啊，直直落安尼就好啊。你讲直直落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哦。好。你敢知影？手工的大飞机吼，一面要做，就要用去1礼拜呢。啊嘛，就是因为真了工哦，大家后来哦，拢改用现代印刷品较济。啊，较早台湾的渔港哦，四界拢看会到手工的大飞机，即马吼是愈来愈罕咧看到咯。就讲水落尾无够，敢会当搁运？会使，咱当个话无全部打的时阵，咱搁继续小补一下是会使。一画一画用手工来彩色，我才知影讲吼，哇，要画大飞机是这尔有路，而且吼上届交工的哦，搁毋安尼，这事情的准备哦，原来是搁较复杂。阮即马要来做画图的这种鼓啊吼，较早传统的做法就是安尼。咱会使请伊人来介绍一下，这成分是啥物？这传统的做法，有米糠，爱加石灰，卤米粉的时阵是爱加水落去煮，煮到像咧麻糬共款，然后有这种粘性出来，两个都会当加做伙。加做伙就是要试看卖无？你讲搞这个黑里面内底，黑里面内底啊，一直搅拌。好，啊，但是这看起来这是足古老的方法，啊，恁是安怎知影讲会当安尼做？其实阮吼较早咧基金遮
高雄港遮咧做调查吼，文化的调查咧访问遮的老人啊，知影讲咱其中有一种生存落水会挂这旗啊吼的文化，我就想讲咱有机会会使访问这种老的职人吼，会使请教，我就访问一个柯师傅吼，啊伊就甲我讲足济，我就写了的文章就寄互伊看，要寄互伊看，我就敲电话甲伊联络，啊迄阵就是因太太来接电话，伊就讲你唔知影吗？柯师傅一个月打造吼过身，哦是哦。对。伊只听到师傅过往的消息，心肝头是搁较坚定，一定爱把这个打高港的传统保存落来。暗才会专工走对日本去，甲制作大鱼旗的技术，规套拢甲学倒转来。啊，要画迄图伫布顶挂，就爱摕一个。装主笔鼓仔的拉花，对对。这敢是即马拉花用的迄对。好，安尼我来试看卖。我手会错。会，拢会。那师傅来写，直接刻咧写就出来啊。啊，恁拄开始是恁本来就学这吗？阮嘛是拢学美术无设计。因为看恁讲拢足少年的，就是讲。互我就感觉讲，就像即马少年一辈对这有兴趣，啊有想法，啊就甲遮个艺术传落去好，搁较侪人知影。对，因为这个文化伫台湾差不多嘛百档啊吼，那嘛有甲日本、甲韩国拢无共款的迄种样子。啊，我就希望讲，这个文化伫台湾有一个吼，就大家人来重视，啊政府嘛会使看着讲，咱台湾这有这个文化值得保留。这款对日本发展出来的大鱼旗，过去嘛是台湾本地的特色，就好亲像台湾这个移民的国家，有真侪无同的民族的百姓来到这定根生态，甲家己故乡的文化继续踮伫这发展，相信这就是台湾的精神。咱即摆的高雄港已经是一个足大的国际港口，啊，但是缀着老师的脚步，才知影讲，其实遮较早嘛是一个小小的渔港，也是较早的打狗港。啊，我感觉讲，若是一个在地历史，会当知影讲自头到尾的演变是安怎，我感觉这就是足重要的在地底蕴加足宝贵的资产。过另外一边，来1、2、3。好，慢慢放，不要死树就好。最后会死树。小心，放手。小心。